大家有冇試過咁嘅情況？持倉嗰陣明明跌咗5%，心諗等多陣啦，遲早會反彈嘅。點知睇住佢跌到20%、30%，最後個戶口直接爆倉，淨係可以斬倉離場。今日我哋就傾下呢一個被90%散戶忽略，但直接決定你個戶口生死嘅嘢——止蝕。唔好覺得呢個係人都識嘅話題。我見過太多人明明知道止蝕係必要，卻因為自己嘅問題踩咗幾個坑，最後都係喺唔止蝕呢度出事。今日我會由點解一定要止蝕，講到點樣設定止蝕先科學，全部都係付費級嘅乾貨。尤其最後一個止蝕誤區，好多人唔知，但中咗招嘅人最少輸咗半層樓，一定要聽。首先同大家講個數據，某個平台統計咗1000個爆倉戶口，發現其中92%嘅戶口喺爆倉之前至少有3次以上止蝕信號出現，但冇執行嘅情況。講白啲講，佢哋嘅爆倉唔係因為市場太狠，而係自己將逃生門死咗。我講個真實案例，舊年有個同學用30萬本金炒股。買咗隻股，從10蚊跌到8蚊，跌咗20%。佢諗都跌咗咁多，肯定會反彈，冇止蝕。後來跌到6蚊，佢安慰自己已經輸咗40%，而家先至斬太唔抵，依然冇止蝕。最後跌到3蚊，戶口剩翻9萬，頂唔順斬咗。呢個就係典型嘅唔止蝕等於慢性自殺。其實佢都知道要嚴守止蝕呢個道理，難道佢唔知道咩？點解佢會做唔到？點解會咁？根本係兩個心理因素搞鬼。一、僥倖心理，成日覺得萬一反彈呢，將低概率事件當成救命稻草。二、自尊心令你唔肯認輸，輸100蚊嘅痛苦比起賺100蚊嘅開心強烈2倍，所以寧願硬頂都唔願接受確定嘅 small loss， 結果拖成不確定嘅 big loss。記住，交易入邊能夠生存落去一直玩，永遠比賺大錢重要。止蝕唔係認輸，係俾你個戶口買保險。少少嘅輸錢係保費，係業務成本，根本不微足惜。爆倉係冇買保險嘅後果，呢啲先係致命。所以我好同意我哋華爾街 trader 成日講嘅一句話：The best losers win。知咗止蝕嘅重要性，仲要識點止。呢3條鐵律係我做咗10年交易總結出嚟嘅實戰心得，照住做至少可以避開80%以上嘅止蝕陷阱。第一條，止蝕一定要提前設定，唔可以等跌咗先諗。好多人買完先諗跌到幾多止蝕，呢個時候情緒已經被價格帶住走，好容易唔捨得。正確做法係買之前就諗好。呢單我最多可以接受輸幾多，比如本金嘅2%，或者某個關鍵價位，比如支持位跌穿，直接掛好止蝕單，等系統自動執行，避免手多多改單。我哋係要先諗輸再諗贏。第二條，止蝕幅度因人而異，唔好盲目抄人哋嘅參數。新手常犯嘅錯，睇大師話止蝕設5%，自己都跟住設5%。但每個人嘅風險承受能力、本金多少、交易品種都唔一樣。你攞1萬蚊炒短線，5%係500蚊，可以接受。但攞100萬做長線，5%就係5萬，可能超出你嘅承受範圍，反而會因為肉痛而唔執行。正確標準係止蝕之後，你嘅情緒唔會受太大影響，可以冷靜進行下一單交易。再者，我哋做 trade 每個 set up 位置、每個形態個止蝕位點樣攞都會有分別，唔可以一概而論。第3條，一般嚟講，止蝕咗就唔好回頭，就算後面反彈咗都唔好後悔。我見過最可惜嘅人，止蝕之後股價真係反彈，從此就覺得止蝕冇用，再都唔止蝕。但係你要諗，反彈係偶然，下跌係必然。如果走勢轉壞嘅話，止蝕嘅意義係控制單次風險，唔係精準預測市場。就好似你買保險，冇出事唔代表保險冇用，萬一出事佢可以救你命。而另一方面，熟悉 algo trader 嘅 trader 都會知道，
打止蝕本身就係 algo 會做嘅事，係最正常不過。只要你有足夠技術經驗，你自然會識得點樣避免被打中止蝕，同埋就算真係打咗止蝕，點樣又可以回馬槍再買返。呢啲技術我哋群組嘅同學都已經好熟悉，遲啲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。淨係講原則唔夠，介紹俾大家3個最常用嘅具體嘅止蝕方法，由簡單到進階，你哋可以根據自己情況揀。第一種，固定比例止蝕法，呢個係新手首選。簡單講就係輸到本金嘅 X% 就止蝕。比如用總資金嘅1%負2%作為單次止蝕上限。假設你有10萬，每次止蝕最多輸1000到2000蚊，就算連續錯5次都只輸5%負10%，仲可以留返本金翻身。好處係簡單易執行，唔使分析技術面，適合剛入門仲唔係好識睇 K 線嘅人。第二種，關鍵價位止蝕法，根據支持位、阻力位、平均線等技術指標設定止蝕。比如買喺某條平均線，比如20日均線上面跌穿平均線就止蝕，或者買喺某個支持位上方，支持位被跌穿就止蝕。呢種方法嘅核心係用市場嘅信號決定止蝕，唔係自己嘅情緒。但係大家要記住，就算用呢種方法去做止蝕，你哋喺買賣之前都應該要先計算好，如果打中止蝕位會輸幾多。記住要以選定量控制好倉位。風險管理係作為一個成功交易員嘅第一原則。第三種，動態追蹤止蝕法 （Trailing Stop） 適合走勢行情。如果做嘅係上升走勢嘅股票，可以跟住價格向上調高止蝕位。比如用最高價回落 X% 止蝕。假設你買嘅股票從10蚊升到15蚊，你可以設從最高價回落5%就止蝕。咁止蝕位就係15乘1減5%，等於14.25蚊。如果後來升到20蚊，止蝕位就調成20乘95%，等於19蚊。咁樣可以跟住走勢賺利潤，又可以喺走勢反轉時及時離場，相當於等利潤奔跑，將風險鎖死。我哋好多專業 trader 都係用呢種方法。我成立呢個頻道係希望可以用另一種方式去提升大家交易嘅技能，因為我好清楚明白，要成為一個成功嘅交易員，唔單止係你識得幾多種技術咁簡單。而其實更重要係你嘅心理修養，係你嘅自我素質。我知道大部分嘅人可能平時都要返工，要照顧家庭，都係好忙，所以我希望用呢個頻道去灌輸一啲 trader 必須要有嘅 concept 俾你哋，等你哋可以喺返工搭車嘅時候，或者做緊嘢嘅時候、瞓覺休息嘅時候，都一路聽住呢啲 concept， 聽住呢啲核心嘅信息，令到你哋可以將呢啲 traders mindset 入腦入血。我好有信心咁樣，絕對可以幫到你哋更快成為一個 consistent profitable 嘅 trader。最後想提醒大家3個大坑，好多人明明設咗止蝕，仲係爆倉，就係因為踩咗呢啲雷。一、止蝕設得太近，被震盪洗倉洗走。比如買咗隻股設1%止蝕，結果市場稍微波動下就觸發止蝕，啱啱斬倉隻股就升上去。解決辦法：止蝕幅度要結合品種嘅波動率，波動大嘅品種，比如期貨、加密貨幣，止蝕可以闊啲；波動小嘅，比如藍籌股，可以窄啲。二、唔止蝕，反而溝貨攤薄成本，呢個係散戶嘅致命習慣。10蚊買嘅跌到8蚊，覺得平咗，再買10手，想攤薄成本，結果跌到5蚊，越補越輸。最後冇錢補，只能爆倉。記住，走勢向下嘅時候，補倉唔係攤薄成本，係俾錯誤加碼。交易所唔係超級市場，唔一定係越平越抵買。要做到一個成功交易員，好多時都要做到違反人性常規。呢樣嘢絕對唔容易，但如果你係一個有經驗嘅 trader 嘅話，一定會明白我講緊乜。3、頻繁止蝕之後破罐破摔，連續止蝕3到4次後，心態崩潰咗，覺得止蝕冇用，下一次索性不止蝕，
結果一單輸晒之前所有利潤。正確做法，連續止蝕時先停低復盤，睇下係方法有問題，定係市場變咗，唔好用情緒對抗市場。我哋專業交易員絕大多數都會有一個每日止蝕上限，只要有日輸多過呢一個數，我哋就會熄機唔玩，休息一日俾自己冷靜下。最後總結下，止蝕嘅核心唔係點樣設定，而係一定要執行。90%嘅爆倉都唔係因為技術差，而係因為心存僥倖加唔捨得少輸。今日講嘅3條鐵律、3種方法、3個誤區，建議大家收藏起來，下次落單前對住睇一次，作為你交易嘅 checklist。當然，呢啲只係止蝕嘅皮毛，止蝕仲有好多博大精深嘅理論同技術。時間有限，要遲下再同大家分享。最後問大家一個問題：你最近一次因為唔止蝕輸咗幾多錢？留言區打出嚟，警醒自己又提醒人哋。覺得有用嘅話，俾個 like 同 share 俾正在做交易嘅朋友，等更多人避開爆倉嘅坑。記得 like 同 follow 我，話我知你哋有咩 topic 想聽，我會喺下集同大家分享。我哋下集見。